准飞，俺就冇看到。副理长，好。也下做阿爸了。感谢副理长，俺关心俺哋贵家人。唔是生意，根本人让有限来呢。也报嘅呀，也报流感当严重。人讲药补唔当食补，医病唔当防病，注意防沙就去预防啊。请问俺哋贵家人做得过来做预防沙么？也下50岁以上嘅民众，6整年到18岁嘅成人呢，有健康嘅人，含过6整年内嘅额外嘅野外，都做得接种公费嘅流感疫苗。请问都係免費嘅係麼？那係符合公費接種嘅對象，來我哋衛生所做啥都係完全免費嘅。今日係滿50歲就做唔得做嘅係麼？唔做得用自費都有流感疫苗嘅合約因素去做啊，請結掛號費聽聽。真煩，唔係有符合免費做嘅資格咯，唔記得咧係麼？唔係6整年內額外嘅野外啊。係呀，佢請問做疫苗過後，有乜嘅愛特別注意嘅麼？哦，做過疫苗哦，大約愛2個禮拜，才會有最好嘅保護力。唔過啊，做過4到6整年，保護力會慢慢地降低。韓國當年流行嘅病毒株都冇強用，故所啊，建議當年都要注意防沙。我了解咧，按住先哦。有做有保護哦。